今仔日早起7点多的时阵，伫咧苗栗市的南苗市场，有一个姓曾的查甫人，哪像就是因为借手机借无成，转举刀呢，四界甲人恐吓，而且佫来攻击来处理的警察。落尾这警方是开2枪，这件事故呢，拢总是有3个人受伤送病院，落尾嫌犯是救无回来。 警察规粒头拢是血，摇刀的姓张的查甫人就穿倒伫咧涂骹。代志发生伫人来来去去的苗栗市南苗市场，测试透早7点45分，警察接到通报，姓张的查甫人疑似是甲人借手机无成功，才会举刀伫咧传统市场行来行去，互大家足惊吓。警察到场大声喊爱伊甲刀拼掉，而且佫喷咸椒水。煞尾，这个查甫人竟然举刀攻击警察，警察随开2枪。 当下那个在压制他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是背对着，我们也很怕突然可能没有压制住的话，其实就往我们这边来了，因为他刀是拿在手上的。他就拿刀子就刺警察了啊，然后我们有三个民众帮忙把他压着啊，然后警察又有开枪啊。 警方讲，这个40岁姓张的查甫人是苗栗县府列管精神疾病患者，医生攻击31岁姓朱的员警，造成头壳有5公分的空碎。另外有3个民众冲起斗3工压制，另外一个姓李的员警看到安尼，就随开枪。姓张的查甫人胸坎着枪，不过枪子无穿过，也若协助压制姓罗的民众，去互流弹伤到，3个人拢送病院治疗。那个男子持刀向员警逼近。 并砍向一名员警的头部，员警随即为了维护自身安全，对他击发2枪。钟姓男子左上臂、左胸、左腹部有伤势，罗姓男子左手有伤势。目前2位男性伤者都在本院开刀房接受手术治疗中。嫌犯倒平的手、胸坎、腹肚拢有伤势，手术了后要是不治死亡。另外2个拢无性命危险。详细犯案动机，警方又搁咧调查厘清。苗栗地检署已经指派检察官指挥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